李婷。嗯，我们是来接你的。好，帮他拿一下。谢谢。西瓜，自己种的西瓜，甘甜可口，便宜卖了。姑娘，买一个吧，解解暑，不甜不要钱。买个西瓜吧。回公司再吃吧。我口渴了，天太热了，我请你吃。不用，回公司吃吧。我坐了一天火车，什么也没有吃，吃个西瓜不碍事儿吧？赶紧吧。嗯。大爷，我要这个。这个。嗯。大爷多少钱？300。什么300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我不买了。花都开了，你必须买。你早说价格我就不买了。你也没问呢，你不买我就报警。咱们还是走吧。这。喂，110吗？你们不给钱，谁都别想走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来了正好，他一个西瓜坑我300块。走。姑娘，出门在外小心。我刚才一看，他们就是传销组织，专门骗你们刚出社会的学生。大爷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救了我，不客气，谢谢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份警惕。转发提醒，感恩感德。想再看看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公众号搜索UB9393，关注一禅短视频，就可以收看到经典好看的短视频啦。记住了哟，公众号搜索UB9393，记得关注哟。